秋香啊，你的相笑真是害人不浅呐！哎，天道，天道啊！哎，天道啊！嗨，较细声的。我安尼哦，老虎当面哦，互你叫一个大咧情绪，我即马有一个好梦挂甜咧安尼，互你拍头了了。天道，快紧，快紧，紧船紧过过来，我要坐你的船啊！快紧的，唔甲你讲，小怎唔甲我过？我有钱要互你趁啊！你的钱我就干那唔甲你趁。哎呀，天道呀，我有要紧的代志，拜托紧过来啊！要紧恁兜的代志啊，我讲哦，我伫遮咧天道吼有3个规矩哦，3种人我无要甲趁的。是啥物规矩？第一种，食酒醉的，讲拼拼的无要趁；第二种，老大人我也无要甲趁。啊，第三种嘛，第三种安怎？你唔紧讲？就亲像你即款的啦。安尼讲拼拼就心无主，安尼即款急死鬼唔趁啦。你即个急死鬼的人吼，落船偌危险呢？啊，敢若心情急了，心无主，等下我这阵啊，哭哭摇，哭哭摇，互你摇一个规个冰冰落去脚底哦。你死我紧，我还袂娶某咧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紧过来啦！啊，我莫急唔就好咯。你慢慢过，你慢慢过，安尼好。好急的哦，哎，慢慢啊来哦。哎，慢慢啊来。好，啊你慢急啊，慢慢来。哦，啊，就讲慢慢啊来，无急的，你啊一声袂一狗伊就跳出来，等下变变来，咱两个咱走咧饲盐路红的海岸。啊，无要紧。啊，到底你是要去倒啊？我嘛唔知。啊，你唔知，我要来知，你是要叫我安怎船安怎过？啊，对啦。你甲我对前面迄台大船你有看无？甲我过来对迄台大船。哈？要租迄台官船哦？嘿。你也有法度？你看，迄台官船顺风顺水顺流，伊安尼走敢若飞咧。当我台小船啊离啊远，我咧搁插身，我嘛做袂着。我走啦，你慢啦，你攞你去。拜托拜托啦，无这个。无法哩啦，无法哩啦，无法哩啦，无法哩，无法哩啦。啊，安尼就有法哩，退去啦，退去啦。这啥？这5两。是，5两送互你，你甲我借一台，会借伊着迄台船吼，后下1两。好像个10两啊。是啊是啊。好好，看到这5两甲10两就行，甲你过。快紧快紧。好。快紧嘞。好，坐好啊。哦。要去啊，坐好啊。加载吼，伊煞官船哦，暗啊，踮咧遮拍听。啊，若无哦，咱搁足较大粒官细粒官都做袂着。啊，等到夜好去，好去，好去，好去。我无要去你呢。无要去，咱足较皮袂喘，咱就来遮创啥？哎呀，你莫管我遐尼真多啦。你知影这台官船是安对啊啦？这台官船哦，听讲吼，这台官船就是迄个当中间的花太师的夫人坐啦。啊，因是去这个杭州去烧香咧，啊，倒转来了虎丘山观众是烧回头香，是安尼。哦，原来是花太师的船。哟，你要看迄顶也有写字，我看。去看，啊，等你暗爬起来，也无想要过倒转来哦。我要转。啊，无变啦。
哇，因为要住即个所在，欣赏即个大江的景。哦，安尼你尽量去欣赏。你无爱欣赏？我要困啊，我咧欣赏。那这水我看10外年，看甲会见啊，我咧欣赏。你尽量欣赏啊，我要困啊。江风吹来，一阵阵哦，我为秋香难成眠，又想再见来一面咯。眼看迄个大手顺也画冰哦，厝仔去恐怕那误丧性命啊！哈，何必无向如此凄凄。你无意思咧，你今朝食这，今朝配甲钱喺厝，害我咧抱一个叫是肉干咧，真快。哎呀，那是我咧，船顶壁粪扫壁遮来。啊，这就要为什么大杀棍？哎呀，你多呀！你慢慢咧一直困，你困遐久啊，真是困袂饱。天啊，就转咧。我袂爱困，你嘛好心来甲我讲一下话咧，做官哦。开讲来咯，做干了。唉，你讲。对啦，啊，咱熟识开半工，我也毋知你姓啥名是，你来叫啥呢？我知。所以你也知。我就唔知。你什么名？我唔知我什么名，这边怪我你啦，这边怪怪阮老母。阮老母哦，嫁足济安尼，啊才生我，但我唔知要生倒一个老爸生，我就唔知。啊，你不要问恁老母？有啊，我自细汉就一直想要问阮老母，想到我会晓讲话，要甲问后爸有啊，阮老母死。我头一摆听来讲后当无名的，啊你无名敢袂艰苦？足艰苦的，迄逐个若咧甲我叫啊，拢叫无名小辈，听到足气的咧。去看，我看你安尼哦，风文秀书，逐个北岛来有淡薄仔高咧，你甲我号一个名好。啊，你号名？会用的。啊，你号名，你爱老实甲我讲。好，你做你。恁老母翁嫁去几个？哦，歹势咧，我先看卖吼。头一个嫁一个卖米的，来嫁一个做菜的，嫁一个卖鱼的，嫁一个打菜的。好，有，安尼有够。唔那咧，唔那只呢？免我讲袂去。头一个叫做卖米的。卖米的。第二个做菜的。嘿。那安尼你用家己爱姓米啊？哦，我姓米。名叫做电啊。啊田啊。叫米电强，这个名好听呢。米电强。袂歹叫哦。这好听个好叫，我做米电强。还好。多谢。唔免说多谢。我唔知要安怎甲你报答哦。免报答。
念唱歌无？唱歌哦，专门的咧。念唱歌，要我你唱一段歌我听嘛。啊，你要听啥物歌？啊，你会晓唱什么？我逐项嘛会，看你是要听潘金莲、思春啦、张生跳墙啦、面求你口倒万，你听十八毛啦。好，念遐济遐我拢无爱听。啊，无你爱听啥？要无我作词，你来唱。安尼够你哦，你要叫唱？好安尼哦，我会晓。安尼，我即摆先开始唱哦。你赶紧唱，赶紧唱。好。大船拍定水中央，思思念念。秋香啊！念秋香，秋香一个大船仔烧，大船仔顶面一个水秋香。真好，我较大声继续唱。好大声！大船拍定伫水中央。大声嘞！较大声！好思念啥？念秋香哦。秋香伫大船仔上哦，大船仔顶面一个水秋香哦，大船香哦，念秋香哦，秋香大香。对，哎呦，你来规身躯担咱啦，我靠，我拄也无落雨，无透风，你哪安尼说？哇！哎呦！偷带了，哎呀！秋香啊，你的三笑真是害人不浅呐！你这双子啊，你这表情里，三笑表表含情丝，秋香我为你为情梦醒空相思，温言的我人难见，为酒所给故事甜。从天不依，林风变。
太师，还是带一个卖新人要来求见。好，甲叫因入来。是。参见太师爷。免礼。多谢太师。这位是？禀太师爷，这个就是我的外甥啊啦，叫做空轩啦。啊，都可怜哦，自细汉爸母早死啦，啊无厝通好安心，所以即摆讲知影太师你要受买自动，所以我今仔日吼特别带伊来，希望太师爷你会当收收。算啦，啊毋着紧去见太师爷。哦，空山叩见太师爷。果然生出眉清眼秀、机智端庄，正合我的心意。哈哈哈哈！空轩，来，紧起来，起来。谢太师。韩大娘，唔知影你外甥啊，要卖我偌济钱？哦，卖啊50两啦。50两是？好好，花瓶。在。入去小房准备50两银，顺便写一张卖身契，通好出来，互空轩签字哈。是。禀太师，50两银，甲卖身契在此。韩大娘，这50两银你家收起来，要卖身契的面顶，请空轩签一个字。好，你紧甲签一个字吼。空轩啊，以后吼，你着爱好好奉待太师哦。我知影。我要来等啦。太师爷，啊无留心过时吼。空轩，对即马起，你就是我华府的人，老夫想讲要来甲你换一个名，以后你就叫做华安。华安。好，多谢太师爷。华平，在。你带华安又去换衫裤，了后再带去后堂向老夫人叩头。遵命。